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一节的经节，这节的经节伫《申命记》第8章是一节足有名的经节。这个经节写伫《申命记》，其实伊有时甲出来日记内底有真济的经节的部分内容，伊会tương答。《申命记》若是用咱的汉字来看，亲像讲这是搁咧讲一个有重新搁讲一摆有永远溃烂的话的一本册。若是伫原来伊所写这本册的意思是讲这是第二个诫命。但是迄个第二个诫命的意思，毋是讲有第一个诫命，然后有第二个诫命，总是同款的诫命搁讲一摆。是安怎爱搁讲一摆？是安怎伫即个中间爱搁一摆来讲起遮个物件？因为人人生所行的路障，有时真容易袂记起，会袂记起家己过去所下过啥物款的愿，会袂记起过去捌行过啥物款的路，会袂记起过去所拄着的事，然后伫艰苦的中间安怎来求讨，安怎伫迄个中间恳求上帝施恩保护，人会袂记起，所以需要时时提醒，常常提醒。特别当人行到伫成功的山顶的时，犹阁较够袂记起过去的日子安怎来行过。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内底真趣味。咱所读的经节第一节伊讲起，我所要命令你一切诫命，你着执守来行伊。伫过去上帝通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你着爱执守来行伊，然后遮个命令要互恁活，遮个物件要互你加添人也济济，然后要去到上帝所祝福你的迄个水的。所以伫咱读的经节内底，伊讲起，你着爱会记起耶和华你的上帝几十年的引带，40年，因为伫旷野中间40年，即个40年毋是享受的生活，即个40年是艰苦的生活，即个40年是逐工起来毋知要行去倒位，只有后壁的人对头前的人，头前的人对摩西，摩西对啥物？伫遮的人上头前是啥物人在行？摩西行上头前吗？是云条加灰条，所以摩西毋是行伫头前，然后以色列百姓对摩西后壁行，毋是哦。摩西对着云条甲灰条来行，然后以色列百姓对着摩西来行，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啥物？看到摩西吗？毋是，大家看到云条甲灰条。以前伫查经班的时，捌有人问讲，是安怎是云条甲灰条？是安怎毋是一支旗啊？是安怎是云条甲灰条？原来云条甲灰条伫即个中间，真侪以色列百姓头前路站的带领，有一个真特别的意义就在哩。当即是真热的时，有云条，就有啥物？就有阴影。当暗时寒到要死的时，有火条，就有啥物？就有温暖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上帝毋是只有用一个物件，用一个空的物件放伫人的头前，然后爱人来对。事实上，云条甲火条表示人伫迄个真热的中间。足想爱有迄个阴影的时，所以我要对着啥物货来行？对着云来行。当暗时真寒的时，我要找温暖，所以我要为地活去，我要为迄个有火、有热、有温暖的所在，伊来行。伫咱今仔日的经节讲到40年行旷野的路，伫遮来讲起，伫你枵的时，互你有通食，食啥物？食玛纳，即个玛纳是恁的列祖过去所毋捌食，
所以只有伫旷野，逐项拢无的时，你剩即个玛纳通食。然后你的衫裤无破，你的骹也无碰拍，你的心就知摇花你的上帝教导你，亲像人教导伊的囝子。我想就是伫即个中间，用即款搁一摆的提醒，互人伫迄个中间重新去回想过去对埃及出来到底是为着啥物？为虾米要离开埃及？做奴隶敢无介好吗？有通食，有工课通做，然后保证退休金。所以你会当伫迄个中间，毋免烦恼你一生到底要行去倒位，你只要乖乖伫遐做你奴隶。我想人伫迄个中间，重新去找着出路。然后，伫所有以色列百姓所出来的人的中间，40年久，当因要行入去到伫迦南地时，咱知影摩西无入去。摩西伫一个所在看见远远的迦南地，敢有人知影迄个所在叫啥物话？迄个所在叫做尼泊山。迄个所在叫做尼泊山。迄个所在即大概伫约旦，用国家来讲，伊大概伫约旦。然后即个山当然伊变做一个真出名的所在，因为摩西捌伫即个中间来徛来看远远的迦南地。然后摩西最后伊人生的终点，就是伫即个所在。所以后来即个所在嘛，有一个礼拜。伫即个尼泊山内底，尼泊山的顶悬，会当看到真远。毋是因为即个山真悬，是因为其他边仔的所在已经无比即个山搁较悬的所在啊。所以当伫即个山顶有一个所在安尼看过的时，即张相片是迄个即几张相片拢总是 Amy 翕的吼。伫咱教会中间迄个 Amy 伊翕的，因为我捌有一摆讲是因为即张相片，即两张相片，即个是迄个淑玲姐伊翕的相片吼，然后即边即张是 Amy 翕的相片，我甲对对吼，因两个应该是去共一个所在，因为我看迄石碑吼，看叫生做共款，但是两个人去的时间大概差了20年，已经差了20年，所以伫即个中间还看到迄个石碑，写着讲原来摩西就是徛伫即个所在，然后看远远的迦南地。结果伫有一摆伫录遮个相片的时，我全问讲逐个人去吼，我拢看到相片，看到迄相片是翕即个石碑，但是我从来毋捌看到有人翕到的相片，讲即个相片看出去的即个所在看出去的，就是旷野，就是迦南地。结果话讲了尔，Amy 全送几张相片互我，其中一张是一张就是迄个所在看出去的旷野。然后我伫迄个中间，我安怎看？我看即个旷野，足先我捌伫加拿大去看过一个所在，叫做 Death Land， 伫阿伯塔有一个恐龙博物馆。然后有一摆拄好有机会当去遐佚佗，然后去到遐的时，看到迄个景象，我发现讲，即个所在真正敢若恐龙会当大尔呢。毫无生气吼，遐个相片我捌伫迄个讲道的时捌分享过。即个旷野我安怎看？我看起来就足像是迄个阿伯塔迄个 Death Land， 啥物货拢无，遐安尼看过，逐项拢无，真困难伫迄个中间来看到啥物。但是今仔日就是伫即个旷野的中间，上帝40年的引带。互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重新来学习倚靠上帝，因为你一个出埃及，你着爱专心倚靠上帝，40年久一直到你行到迦南地所在，40年的时间，讲长无长，讲短实在是也无短。40年要伫心内有共一款的心志，讲我要对上帝。对分条、火条、食玛纳、食安吞，然后伫迄个中间要行到我的目的地，迦南地。
我想迄嘛是一个真大的考验。可能咱中间有人已经来到遮移民，大概要40年久。伫即40年久，我想嘛真侪人伫迄个中间有真亲真侪的感触。检查有个人伫即个中间艰苦着、枵着，总是我想移民的心智伫即个中间，或是要栽培后一代的心智伫咱的心内，犹原伫遐起调伫即个所在，互咱继续往头前来行。上帝爱遮个人伫40年的时间的中间学习一项功课，就是顺坦上帝。顺坦上帝意思包括人行路的军队。顺坦上帝意思包括伫诫命的中间，爱当遵守上帝所欢喜的。我想伫迄个中间，互人重新来看，啥物货叫做伫一无所有的中间来看见人生的毋茫，甲跑走的方向。即张就是甲汤大共一张的。有可能咱伫即个中间无法度看了足清楚，但是咱伫迄个所在，我毋知影你看到啥，你有看到啥？那我是无看到啥。啊，若是另外一张相片，伊伫即个中间来表示出几个方向，其中有一个上近的、上底的即个，这是亚利哥城。所以，当因要去到迦南地进前，因所拄到的第一个上界大的城是对一个城？亚利哥城。意思就是，迄一个开始以色列百姓另外一个改战的挑战。上帝透过第二坡山，伫即个所在，互以色列百姓重新去回想，毋通袂记即上帝伫过去的问题。然后，甲上帝美好的关系是未来所要行的路。咱敢看会到，即边有一个水，即个就是即边，即个就是海，即个就是海，死海。然后，咱敢有看到即边，这就是迦南地。啊，咱敢有看到即边？有迄个亚利哥城，敢有看到？敢有看到？有看到请举手。无吗？这当初是摩西，就是徛伫即个所在看迦南地哦。恁拢无看到吗？我嘛无，因为事实上看袂到。事实上，伊距离太远诶，无法度看到。年无山无够悬。然后，迄个所在的景色无够深，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伫第7节伊讲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去迄个水的地，迄个水的地，迄个地有溪，有水泉，有深烟，对山谷甲山流出来，是出小马、大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的地。也出橄榄树甲蜜的地，敢有看见？真实的。虽然咱的圣经安尼写，但是事实上，当你真正有机会去到迄个所在时，用人的目睭看袂到。摩西伫迄个中间看到的是什么？摩西伫迄个中间所看到的，是伫伊过去年的中间心内的欲望，是看到伊年的中间伊心内的期待，是过去伫年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行40冬的中间，伊心内所存在的迄个欲望，伊看到的是迄个欲望。因为事实上，当你徛伫迄个所在时，你拢看袂到，咱今仔日伫圣经顶悬所读的遮的物件。但是，亲爱兄弟，请问，今日咱人有偌济伫咱一生所存有的欲望的中间，真正是伫互咱目睭看不到，咱目睭才起的。有时啊，可能无拢做。
咱可能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咱的家庭，甚至是咱的囝儿孙啊，还阁有真济期待。但是咱无拄拄每一项拢看会到。今仔日咱所学习的是伫即个中间，通过过去上帝互咱的应允，伫迄个中间咧甲咱讲，你要得到迄个地。然后咱人伫咱一生所有的时间的中间，一直咧行，一直咧跑走，拢无停。有个人讲，摩西真可怜，开40年的时间，带以色列百姓行旷野，最后死伫旷野的门口无入去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会感觉我会用另外一种的角度来思想摩西伫即个中间伊的心境。我一直咧想象，假使我若是摩西徛伫即个山顶，然后看迄个上帝所应允以色列百姓的迄个迦南地时，我心内会有甚物款的感触？更较重要的是，伊用目睭看袂到。你想要看到遮物件，犹原爱用你的信心来看遮个事。若是我会去想讲，上帝啊，感谢你拣选我，互我一生有价值。你互我一生有够精彩，互我前40年伫地经过，伫宫殿内底经过，然后搁来40年呢？故意，这是足大的落差。一个是皇宫内底，一个是旷野的故意的，一个是有眠床、有人服侍的，总是另外一个是你爱困涂骹伫遐顾别人的用的。然后第三个40年，才互伊伫迄个中间看见，亲像伊的人生，毋是白白来白白去，然后伫迄个中间。要做伊人生上界大的价值。摩西可能无入去到迦南地，总是摩西伫旷野40年的时间，伊帮助以色列百姓，伫旷野的中间，将所有一切做奴隶的歹习惯，甲伊剃除。摩西也伫旷野的中间，重新。伫人以色列百姓人的面前来证明上帝的疼是源源不断。就算讲你伫旷野的中间，你犹原要看见，你犹原要享受，你犹原要靠上帝的话语玛纳，然后活落去。摩西伫迄个中间，伊也证明，伫40年的期待了后，真正互人看见。原来我一生所做的毋是梦，过了旷野就是水地，过了旷野就一无所缺。但是事实上，以色列百姓入去到迦南地内底，敢有真正一无所缺？无。事实上，因还阁有新的征战，只不过迄是另外一段的故事。所以对摩西来讲，我今仔日已经带以色列百姓伫即个时间的中间。互因重新看见上帝的应允无断，上帝的恩典无停，上帝的疼痛无离开，上帝伫迄个中间永远甲人三角地带，然后互咱会当继续跑走伫迄个中间锁定起来咯。所以伫尼泊山的山顶有一个礼拜堂，就是即个礼拜堂，即张相片嘛是演起来。即个礼拜堂，即个礼拜堂其实足无啥物话哦，伊即个，我用几两张相片安尼倒咧看吼，我发现讲即个墙啊，即个条仔的外口，就是外口，所以即个礼拜就干安尼尔，伊真简单，但是每一个人来到伫即个所在，伊停落来，伫遐坐，伫遐想的是咧想讲，假使即个所在就是我的尼泊山，我徛伫即个山看过去我来的路。然后我徛伫即个山，看头前我要去的路。是安怎要伫即个山？因为附近已经无比即个更较悬的，也更较趣味的是，尼泊山会当看到迦南地所在，拄好敢若即块，才有一块石碑。
一块牌啊，就是即、个，多干那伫即个点，你才看会到。你若行过另外一边，你就拢看无啊。所以我捌看到人伫迄个中间所写的文章，就算讲你徛伫你人生的年无山顶，你嘛爱徛后顶方向。你是要看过去，还是你要看未来？亲爱的兄弟，今仔日你就行到你人生的年无山，迄个中间的意思，毋是代表讲你人生已经行尽啊。迄个意思是你真正徛伫一个你人生会当看到前后的位置，了解家己对倒来，了解家己要往倒位去啊。咱嘛真正伫即个年无山的顶悬来看见咱人生的价值啊。咱用什么话来摆咧伫上帝面前？假使摩西伫即个中间，伊向上帝来祈祷，伊会祈祷啥？咸菜，我若是伊，我会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你予我伫一生着尽跑走的路站，我已经走尽；着所尽的力，我已经做了。爱伫人中间的侍奉甲服侍，我已经完全。但我已经行到伫即个所在，这以色列百姓需要有另外一个新的领袖、新的人来引带伊行入去一个迦南地。搁来带因入去的人，就是爱相争。然后摩西伫即个中间，已经尽伊的本分。互人，互以色列百姓看见即个上帝是真高我的上帝。伊无山，互咱看见过去，互咱看见过去所来的所在。但是咱是毋是有伫迄个中间，有缘学习着用学乐甲感谢的态度来看咱人生所要跑走的？无论你今仔日几岁，无论咱所行的路站，咱敢有满意，毋通袂记住。今仔日咱所有的一切，伫路人的艰苦，或是伫即个路中所拄着的每一个人，拢是上帝的恩典甲安排。咱离开伊，咱啥物会拢？年无山，互咱看见过去；年无山，嘛要互咱看见未来。咱要定心伫即个中间来看见咱接续的路站，咱要往对行去。年无山，要看见上帝甲咱三个比地，因为摩西伫即个中间有上帝甲伊三个比地，互伊的人生得到完全。若是安尼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已经完全了吗？你已经跑进你所着行的路啊嘛？愿咱继续勉励，互相扶持，来跑走头前的路仔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祈祷。无论阮人生跑走到什么款的阶段，今仔日阮要徛伫年无山顶悬来看阮对你所领受的应允。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过去一路行来，虽然辛苦，总是阮有你的同在，互阮行了，也亲像摩西一样，就跑走完旷野的路程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，回过头来看见阮所行过的路站的时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特别伫阮所行的路，阮的衫无破，阮的骹也无碰破。阮虽然夭糕，总是你留阮留存阮的活命。主，我要就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向你来决志，向你来恳求，求你，互阮毋是停留伫年无山而已，互阮继续往头前的迦南地，继续来行阮所着行的路程。
主啊，无论再来，阮需要精进；无论再来，阮需要起家；无论再来，阮需要坚固；无论再来，阮需要伫阮的家人地顶悬来举起阮的十字架，荣耀你的名。阮拢愿意你伫即个中间，甲阮继续相甲徛起，帮助阮加添阮开力，互阮伫所行的路程中，阮对嘴所出的一切，拢是无落甲感谢。主愿你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伸手安慰阮的心，互每一个受伤的心，通伫你的面前得到安慰，互阮每一个骹，互阮每一个酸痛的骹，通伫你的面前重新得到开力的恢复，互阮的手勇壮，通抓悬做工，互阮的身体来荣耀你的名。愿你甲阮三个伫地，愿你赏赐阮伫阮人生的路站所跑走的，拢见证你的名。祈祷感恩靠主的名，阿门。